这是妖花所定着的日子，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妖花，但求你拯救；妖花，但求你互阮发达。你是阮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敬你做权。即时，咱大家来念圣诗309首。圣诗309首，阿罗关灵上主，阿罗关灵上主，拆除惊吓围墙，自责当信，成做一家，无论远近密使，阿罗基督十架，互咱和睦。圣诗309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念。
就是请咱议员徛伫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只是请咱大家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马达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过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百姓中间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无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敬恩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回应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甲乡土，来符合伊的创造。负责伊甲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文书，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
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30篇，启应文30，伫圣诗的后面1053页。启应文30，就是诗篇121篇，即是咱三甲来启应。我举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咱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成做咱的帮赞。这是咱额头三甲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互阮会当过一礼拜进入圣殿来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的主，是值得阮敬拜甲学乐的。全地也要出欢喜的声来学乐你的圣名。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这美好的世界，互因徛起伫中间，享受四季天气的变化，甲无同的景致，享受丰盛的产物，生活伫上帝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中。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一生的中间引带甲带领。你照着圣经所启示阮的话，互阮会当认捌你，认捌阮家己，也坚固阮的心，互阮会当坚心来倚靠你，互阮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的中间，阮拢会当安然自在。阮感谢你，听阮的天父上帝，因为人类追求科学的进步。确实，互人类各方面的生活品质改善真多，但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利益甲野心，并无善尽管家的责任，破坏大自然，造成全球的暖化、气候变迁，带来极端的灾害。特别台湾岛屿伫风台季节的来临的时，求主看护保守，人人出入拢有平安，也看顾保守台湾的民主、自由、甲和平稳定，互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主啊，阮嘛要将阮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求主坚固奖节。会友同工伫服侍教会事工，会当甲职业的工作会当平衡来行，有服侍甘心乐意的心志，相存刻薄，敬畏你的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有圣灵感动，会友相亲一份，透过查经、祈祷、聚会分享，谦卑合适。行事合宜，得主欢喜，有主的圣神，成做合一的教会。主啊，这时也要为阮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是目前拄着苦难的兄弟，求主加倍保守看顾，互因靠主行过一切苦难，互因体会伫世间有苦难，毋过伫你有平安，
有主的恩典教阮用，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求你的医治降临伫身心受伤病痛的人身上，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磐石，靠主来得胜。同时嘛要为无来教会敬拜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伊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也是身体上的欠安，也是受其他问题的困扰，无论因伫什么所在，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看顾，带领每一脚步，用你的话引带阮的道路，用你的话监察阮的心思，用你圣神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求主甲阮同在，找圣神引带赐福因。只是也要安静阮的心，领受你话命的话语，互阮的信仰得到造就，领受你的赐福。阮安尼仰望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是圣歌队要用水的歌声来带咱学罗上帝，请圣歌队。咱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此时，请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罗马书6章12节到23节。新约罗马书6章12节到23节，我本得215页。台语汉语版176页，现代中文译版第240页。罗马人书第6章12节，
所以无得用阮罪恶做王，伫恁会死的身躯，直到恁顺坦伊的私欲，也无得将恁的肉体献互罪恶做不义的器具，是着将本身献互上帝，亲像对死人中来活的，也献恁的肉体互上帝做义的器具，因为罪恶无过管辖恁。因为恁毋是伫律法下，是伫恩典下。15节，安尼就怎样？既然咱既然毋是伫律法下，是恩典下，通犯罪吗？断断毋通。也毋知恁献本身做奴仆来顺坦伊，就是做所顺坦者的奴仆。也是做罪恶者的奴仆，直到死；也是做顺坦者的奴仆，直到义。感谢上帝，因为恁前做罪恶的奴仆，胆捌甘心顺坦恁所入迄个教训的规模，已经得到讨白脱离罪，就做义的奴仆。我因为恁肉体软弱，就照人的事来讲，因为亲像恁捌用恁的肉体献互误会不法做奴仆，直到不法，咱就照安尼用恁的肉体献互义做奴仆，直到成圣。20节，因为恁前做罪的奴仆，迄时恁无互义管辖。当迄时恁得到什么果子，伫现今所见效的啊？因为因的结局是死。但恁已经得到讨放，脱离罪恶，来做上帝的奴仆，得到果子，直到成圣。这个结局是永活，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若是上帝的恩赐是永活，在伫咱的主基督耶稣。以上圣经愿咱来得到造就。下面讲到今日牧师带互咱的信息是领受洗礼的生命改变，请咱大家来听。来，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咱压头来祈祷。充满慈悲、佮有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来自去做伙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真实，你的气力超越一切，你的听，佮是无尽的听。你看顾阮每一日，会当有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佮互阮一步一步来行。阮看见着你的恩典伫阮的四周围来发生，所以阮伫即个时阵，既然听到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阮也要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求主你的圣神，互阮会当拿来拿捌你，也会当伫灵命，无论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得到你的造就甲坚固。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可能咱真侪人拢捌受着即款的假啦就是尤其就是遮个非基督徒拢假咱讲恁基督徒就是拜到拜六歹代志做真侪啦然后礼拜四去礼拜堂祈祷求上帝赦免，就无代志。就讲我大学的时阵
30外当前的大学生，真爱安怎规暝拍麻将，所以礼拜早起穿水水出门要去教会的时阵，就有迄个学长睡眼惺忪行出来，伊讲叶景安啊，你要去教会对不对？你帮我跟上帝祷告啦，我昨天整夜打麻将，帮我祷告上帝原谅我，这拢会啦，这拢讲生笑啦。但是我想咱加减拢有一款的经验，尤其少年人加来加去，你若知影你是基督徒就是加你一点，讲拜一到拜六甲别人共款，拢做歹代志，礼拜去礼拜倒去祈祷求上帝赦免就无代志。实际上这款的误解，误会上帝的恩典，对伫咱基督信仰所讲的罪得到赦免的扭曲误解，伫保罗使徒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的宣讲的信息，敢毋是也安尼受到人误解？使徒保罗宣讲啥物？伊强调上帝的疼是无尽无限度的疼，上帝的恩典遮尔大，甚至咱诚做罪人的时阵，伊就大声疼咱。所以保罗敢毋是宣讲讲，人因为相信来得到称义，就是因为安尼，吸引侪人来领受福音。尤其初代教会迄当阵，真侪人失去愿望，三顿拢毋知影伫倒位，做奴隶，互人苦毒，互头家苦毒，互厝人苦毒，互罗马人欺负。所以咧，保罗宣讲上帝的疼，甲大大的恩典，吸引真侪当时的人来领受福音，来信主。但是咧，就有人开始扭曲因信称义的教导。讲迄个保罗伊毋是一直伫遐讲，人因为相信领受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所以咧，伫上帝天父上帝面前来得到称义，毋是靠着行为来称义。所以咧，因就讲安尼不要紧，不要紧，你嘴里讲相信就好，然后咧，舞照跳，马照跑，一生都不变，就继续照家己想要做的、家己爱的方式，我就做我的，我吃喝玩乐，歹代志继续做。有的人就扭曲保罗的话，咱知影讲道者上惊是啥物？上惊讲讲道的内容互人误会，佫四过讲，叶牧师就安尼教啦，其实咧是误会，所以咱周报第3页就讲道，本周讲道会算做真详细的迄个详细的内容就是安尼。当然啦讲道者一般袂照稿来念啦，袂啦。可是基本上还是爱互咱知影讲道内容到底是啥物。保罗当时也受到这款的误会，迄当阵无投影片，迄当阵无顺序单第3页，所以咧，保罗百口莫辩啦。人讲迄个保罗假讲这款啦，平常时做歹代志继续做啦，只要嘴里讲相信，就会当无事啦。递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互人批评，互人误解，互人起笑。咱读到所读，罗马书第6章，就是使徒保罗对车的质疑所讲的说明。
保罗安怎来辩解？伊就一点一点讲，伊大声对啥物？基督徒性命的起点，基督徒的性命是对倒位开始？就是领受洗礼来开始讲。保罗，所以就甲咱讲洗礼，上司代表着啥物？伊讲洗礼就是死，迄个旧的咱，旧的我死去，然后咧，上司也是新生命的开始，所以生死是上时伫洗礼中间来发生。旧的我已经死啊，迄个离上帝远远的我已经死啊，迄个照家己意思来活的迄个我，迄个自我死去啊。然后咧，洗礼上时生是啥物？就是产生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啥物？是有上帝同在的生命，是一个倚靠上帝的生命，是一个愿意谦卑互上帝引出的生命。所以洗礼上是生也是死，是死也是生。有的我死去，迄个看家己最中心的我死去，迄个照家己意思来活的我死去。新的生命是军队上帝的生命产生啦，是迄个愿意追求上帝帮助的生命产生啦，迄个有上帝同在的生命产生啦。所以咱多多所读罗马书第6章，敢毋是就安尼讲？讲兼毋知咱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伊的死吗？所以咱照着洗礼归入死，甲伊做伙埋葬。原来是叫咱，互咱所讲所行有新生的款式，亲像基督照着爸的阳光对死国活一样。新生，新生不是迄个转学生还是小一新生、国一新生，不是新生，就是新的生命。保罗伫遮强调，迄个因为洗礼来得到即个新的生命，就是指一个人开始甲耶稣基督做伙同行。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人若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人。新的生命，就是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就是甲旧的代志拢切断。一切拢是新的，旧的代志是啥物？过去毋捌上帝的时阵，照着家己的意思，爱安怎做就安怎做，无管着别人，无管着上帝的话。啊，即马咧，新创造的人，咱开始的思考，上帝爱咱安怎做？咱至少咱会开始思考，上帝的话安怎讲？至少咱会开始思考，上帝意爱咱是啥物模样？伫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详细啊讲咱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即马活咧，无阁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咧。并且，咱即马肉体活咧，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囝来活，伊疼咱，
为着咱放杀家己，加拉太书2章20节，甲基督同定是嘅，所以咱看到洗礼是生甲死，死甲生做伙来发生，甲基督同定是一个迄个旧的我，咱即马活出一个新的我。但是咱袂当好人，就是一项事，就是罪，也是咱讲较明确，人的罪性。这个罪性往往是受到环境所影响。这个罪性有时阵咱成长过程中间，渐渐进入咱的生命内底。这个罪性就是人旧的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咱基督徒经过洗礼了后，互爸囝圣神的名，咱会当勇敢来宣告，就是罪恶无搁掌握咱，罪恶无搁掌握咱。只是咱也爱相信承认，就是咱基督徒，咱是活伫即个罪恶充满、一个破碎的世界。罪恶难免会造成咱负面的影响，咱一定爱承认这项事。所以，咱有时阵讲到负面的影响，咱难免会拄到这款情形。咱开车，咱家己照规矩，咱做好咱的本分，但是咧，别人无拄守规矩。所以咱难免也会拄到啥物差错，咱难免也是安怎会拄到危险的时阵。咱开车出门总是爱战战兢兢，但是咧，咱家己细致，别人无细致，咱实在讲也无办法。这叫做罪恶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佫有啥物？有时阵咱会生气嘛，咱会生气。有时阵即款生气是无毋对的，咱讲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有时咱会心中就硬，就有人公共场所就是要吸烟，诊所外面不能吸烟，就是有人伫遐等看诊的时阵，看到号码，搁30号以外，伊就是外口食薰，结果咧，伫内底等看病的遮个患者伫遐闻到遐个，有时阵咱会生气，咱会想讲爱去甲伊讲，莫食薰，也无事以前就常常做即款代志，但是自从这项代志发生了后，我就知影，袂使做，袂使做。有个人会起屁面，有个人可能无袂紧，可是咧，咱总是会受到即款负面的影响，咱会生气，咱会不满，但是咱也知影，生气不满，亲像新约牧师讲的生气莫犯罪，但是咱常常咱生气的结果就是安怎？咱煞互罪咱心中来产生，咱会有真侪心中的不满，咱有真侪心中的怨愤，咱有时阵煞变做对社会不满、对人的不满，伫咱心中产生。所以这就讲，罪恶无搁掌握咱，但是咱活伫这个世界，咱总是爱面对这个罪的负面影响。这当阵要安怎？咱长老教会所教导的神学，真强调一项，就是咱基督徒自我身份的认同。咱讲基督徒是受赦免的罪，这也无需常常强调。当然，这个受赦免的罪，可能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有安尼教，但是咱无这个名词。但是，伫英语的世界，北美、英国遐
就有即个名词叫做 forgiven sinner， 受赦免的罪。咱无过，咱上帝赦免咱的罪，咱无过受着罪恶掌握，但是咱绝对袂当袂记。咱活伫即个世间，咱每一工就是来面对罪的负面影响。过来咧，咱也爱承认，迄个旧的我，虽然伫咱信基督了后，迄个旧的我已经死啦，但是咱有带着迄个过去的无好，咱总是会有过去的无好，影响着今仔的咱，今仔的我。所以咱时时去提醒咱家己，咱不过是罪人，但是咱会罪得到赦免。但是既然讲有即个罪人即两字，所以咱就爱谨慎谨慎，因为有即个罪人的身份，所以咧，咱爱时时刻刻反省咱家己，提醒咱家己。因为罪人即个身份，所以咧，咱若犯错，咱爱勇敢来改过换新，改革自新。受到赦免的罪，蒙赦免的罪人，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蒙赦免的罪人是不是罪人？不是，但是呢，咱是蒙赦免的罪人，咱不是活伫罪的中间，因为咱的罪得到赦免，但是咱敢是圣人，咱无啦，咱不是啦吼，咱是得到赦免的罪，咱永远可能会犯错。所以咱爱真细致，咱爱真谦卑，咱有可能的对。咱的洗礼，就是互主耶稣的死甲搁活，来甲咱的个人的性命来相连结，来相连结。所以即马咱的个性，咱即马的思考模式，咱即马生活的态度，已经拢甲主耶稣的死甲搁活来做连结。至少咱每一年拢会过啥物？过偌济啦吼，受难酒过偌济，咱至少，哦，咱讲基督徒性命。甲主耶稣的死甲搁活的连结，至少基督徒每一年会过受难周搁偌济。当然，咱毋茫进一步的是啥物？咱的思考模式，咱思考模式拢甲主耶稣的死甲搁活来连结，意思就是咱想着恩典是啥物？咱想着上帝的疼是啥物？改变咱的思考模式，咱做代志的方式，咱生活的态度，咱看代志的眼光，拢甲主耶稣死甲搁活，伊定是十字架，为着世间人的罪，代替人类来受着处罚，但是伊死。搁活赢过死亡甲罪恶的关系，咱用即款的连结改变咱，洗礼也开始了咱称罪义的生命。咱知影义就是合宜，称义的意思就是咱甲上帝大圣恢复迄个好的关系。影响着咱人甲人的关系，也改变咱甲家己的关系。常常讲，咱喙讲原谅足简单，但是咱常常无愿意原谅的是咱家己。所以真侪人活伫罪恶感的中间，
真侪人活伫对过去的怨叹中间，真侪人活伫啥物对未来失去盼望的中间，实际上拢是家己无愿意原谅家己啦。正讲拢是以前人对你无好，正讲拢讲你的朋友反背你啦，出卖你啦，正讲拢讲你前公司的头家歹款待人啦，正讲拢讲你的即个40-50年前你迄个同学，甲你霸凌啦，啊实际上事过境迁，实际上别人来用别人的角度来看，才会伤害其实拢表面上拢已经得到恢复啊，但是咱无愿意，甲咱原谅咱家己，咱无愿意甲家己和解，甲迄个过去的家己和解，至到带着真侪伤害，带着真侪你认为的创伤继续来活，是所以有的人到老就正讲拢是伊少年的时阵迄边啦。生理去合伙人骗啦，啊实际上诶，伊后来经济拢变好啊，伊后来即个奋发图强，生活过啊真好，但是伊永远到伫过身拢一直想讲，伊伫迄个合伙人啦，甲你骗啦，甲你出卖啦，钱互人骗走啦，这叫做最后就是家己。无愿意甲家己和解，但是讲真简单，要安怎做？大先甲上帝恢复迄个真亲密的关系，大先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所以咧，咱讲爱甲耶稣的死甲个活来做结连的意思，就是甲上帝的疼来结连。咱知影上帝疼咱，互咱经历过真侪，是爱咱伫每一项事你着学习。上帝互咱经历遮个，甚至咱认为讲迄别人拢拄袂着，敢若我拄会着，是为着啥物？为着今仔日的咱比别人搁较坚强，为着互今仔日的咱来会当甲人讲，我以前行过遮个艰苦。所以咱会当伫即马来安慰人，咱伫即马会当甲人讲我感同身受，我知影你的苦。所以每一项事拢有上帝的意思内底，当咱甲上帝的疼来结连，当咱用上帝的疼做咱思考的眼界，做咱思考的观点，用做咱看代志。会眼界，做咱做代志，咱要想讲要安怎做，咱用上帝的疼来做咱向前的方向。讲到即款情义好的关系，其实顶礼拜咱也有讲，这就是圣经内底一直强调的平安。旧约讲舍拢，希伯来舍拢。咱台湾话就是好势啦，一个圆满，一个完全的即个关系，圆满是好势，好势。你好势无，我好势，为什么好势？无拄拄代表咱的物质比别人较好，无代表咱肉体的健康比别人较好，但是咧，我好势啦，我好势啦。我即马有即个平安，我即马生活过去啦。我每一天，我日子照过，好势。你好势无？我真好势。好势就甲咱台湾话所讲的好势，就是甲圣经所讲的平安、喜乐，即个非常意思。即个称义也是旧约先知米迦书
先知书米迦书6章第8节所讲的，行公义、好人品、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的意思。行公义、好人品、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重点就是大先甲上帝做伙同行。然后咱有迄个气力来行公义，咱有迄个智慧来行公义，然后咱来认命，因为上帝同在，咱知影用啥物款的行动才会当显明上帝的名。然后咱愿意谦卑，因为咱知影是上帝的意思，不是咱的意思。过来，咱就来思考一项事。也是使徒保罗所提出的、所指出的，就是咱这个新的生命，咱这个称义的生命，中间罪恶的生活方式，甲咱基督徒生命是不相容的，所以伊较会安尼提醒咱，伊讲。兼毋知恁献上家己做奴仆，顺的从的是啥？是做啥物人的奴仆？是做罪的奴仆。若做罪的奴仆，就至到伫死；若顺命做顺命的奴仆，顺服伫上帝的旨意，顺服伫上帝的听的下面，咱就会当。称义，用台语来念好啊！兼毋知恁献本身做奴仆来顺趁伊，就是做所顺趁的奴仆；或是做罪恶的奴仆，至到死；也是做顺趁的奴仆，至到义。咱是做啥物人的奴仆？是罪恶的奴仆，还是愿意做上帝的奴仆？生活充满真多的选择，那对于咱基督徒来讲，这款选择做啥物款的奴仆，这是死甲称义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咱基督徒的日常，就是咱常常爱做选择。伫遮讲到罪恶，小可咱讲吼，太过沉重。其实常常要控制咱的是啥物？这个罪要控制咱，罪恶上要控制咱。咱讲这个上要控制的是啥物？常常就是遐咱知影咱有的歹习惯。有人烟酒成瘾，有的人真够受气，有的人真坚持。咱讲固执。有的人是自我做中心，无管别人，自我做中心。其实讲罪恶太沉重，其实这个就是想要控制咱，互咱不得不会安尼来反应。啊，实际上咧，简单讲是歹习惯啦，但是讲歹习惯，虽然讲无亲像讲罪恶遐尼沉重。但是要改歹习惯，刚好改，歹改啦，非常歹改。你若有朋友食薰真重，要改薰你就知影。咱无食薰的人上袂通。哦，我会记伫军中哦，做士官嘛吼，爱带兵，所以咧为着甲阿兵哥打成一片，啊，就想讲，食薰。会当打成一片，哦，迄当阵20通会，哦，啊食落感觉无意思啊，迄味歹鼻，啊，剥落去无感觉，所以一包食一支，烧烧的，其实是伫遐亲像人迄烧物件共款，烧了有感觉无意思，去包粉就重，啊，结果别人咧有食薰的人淘汰。咱无食薰的人，咱无烟瘾的人上袂通，食薰的人会迄款的痛苦，改薰的痛苦，
但是咱若看到要改分的人，有时阵咱讲吼，用嚼口香糖来代替啦，无效，保证无效。也是讲好，讲亲呢，亲孝呢，讲卖互伊钱，互伊无钱通买薰。我甲你讲，伊挡几礼拜，结果咧，一有看到薰，佫食起来。破除坏习惯，无咱想象遐尔简单啦，无咱想象遐尔简单。改歹习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这是习惯，这是歹习惯。咱讲习惯成自然，但是咧，主耶稣的世界是真正会让互咱对罪恶的中间来得到逃跑，互咱会当得到迄个困难来拒绝罪恶。咱讲破除恶习，听讲破除恶习这4字，伫中国袂当用啦吼，破除恶习啦吼。破除恶习，这4字中国千万莫用。伫吼，若有迄个即礼拜的迄个顺序单的第3页，顶面有破除恶习这4字吼。你若连工走去中国出差吼，莫摕哦，真正莫摕，会去互迄个中国甲你关起来哦，吼。耶稣的世界，互咱真正得到即个改变的动力。互咱会当对罪恶来讲不，因为上帝天父上帝透过圣子耶稣伫十字架来，互伊会听，上帝会听大大显明，互上帝会听，甲咱的性命，你我的性命得到决定。当咱会当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活伫称义的中间。咱甲上帝建立迄个好的关系，咱活伫称义的中间，咱就会当互好的习惯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咱得到迄个决心，得到迄个动力，无好就是无好。迄个旧的我已经死去啊，我即马活的是一个新的，咱。佫会当追求上帝的帮助。咱讲上帝啊，我即个歹习惯真歹改，但是咧，上帝啊，我靠你来得到改变。咱才会当哪来哪会当分享上帝的祝福，咱也会当慢慢来改变迄个无好，成做咱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的动力，就是我即马活的。是伫基督内面活的。我想着我所讲所行，就是爱努力成做啥物？天父上帝会听，会显明。所以常常咱讲吼，即个看到车后面有即个鱼的 logo， 这个一个这是希腊文，这是初代教会因所用的希腊文。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咱的救主。这有啥物功效？你若无论如何拢是开车无守规矩，莫搭坐。你若愿意改变，你搭着即个鱼，然后咧，你开车的时阵，你时时刻刻想着讲，我搭即个鱼的 logo 代表我是基督徒，代表我认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咧，我好好啊开车，我开车莫生气。别人甲我比车的时阵，我想着讲我后壁有搭即个鱼，所以咧，我莫遐骄，我莫出歹喙。头前的车伤慢，你要扒落去以前，你爱想着。车后壁有即个鱼的 logo， 所以咧，我若扒落去，后壁的人笑讲啥物？恁基督徒开车真无真无耐心吼！恁基督徒表现比别人佫较无好。所以讲到即个鱼的 logo， 其实搭伫车顶也袂歹啦。即马考虑讲，等下去买，等一个搭位，互我开车
会当警醒家己，哦，脾气较好诶，搁较守规矩，然后咧，别人比车爱想讲，上帝会赦免，上帝赦免我，啊，我敢袂当赦免你甲我比车的人，啊，啊是头前的车甲你撞，你就爱思考，上帝遮尔疼我，啊，上帝无看我过去。遮尔高怪，犹原疼我，所以咧，头前的车甲我撞咧，我要扒以前就爱思考，哦，多思考3分，因为咱所讲所行是要互上帝的慈悲疼痛来显明啦。哦，所以讲到即个路过，伫真侪代志顶面，咱也爱思考，咱爱思考，咱甲上帝的疼既然结连啊。咱要怎样一步一步改变咱的歹习惯，改变咱的歹习惯。所以，当咱生命甲主耶稣的世界来结连，甲主耶稣的死甲搁活来结连，来甲天父上帝的听结连，咱时时刻刻用这个结连来成做咱会选择的根据，选择要安怎来回应一人事，选择咱行动要安怎行，选择咱话要安怎讲，这互咱会当哪来哪因为行好来欢喜快乐。你讲哎，我最近开车较少发脾气啊啦，啊你会安怎？你真正会感觉。哦，哈利路亚赞，哦，阿罗上帝，迄去款的快乐，咱哪来哪因为行好来得到，做好来得到欢喜快乐。然后咱学习用阿罗的话来代替批评甲咒诅，咱一步一步互好习惯取代歹习惯。咱就会当成做上帝迄个基的奴仆，无过是罪恶奴隶。哦，这是咱长老教会中华基督教病院的 logo 耶稣体运动来写卡。其实这也是提醒咱做主耶稣的运动。咱伫工作顶面，咱伫逐项事顶面，咱要怎样来做？过来就是罗马书第6章的结尾的最后一节，使徒保罗提醒咱，就是咱基督徒到底是要选择这个生。也是要选择死，生死到底你要选择做对一项？所以6章23节讲，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若是上帝的恩赐是永远。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在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各位兄弟。可能咱有时阵有诶基督徒会认为永生永活是指死了后诶代志，永生永远活是指死了后诶生命。但是使徒保罗伫罗马书6章23节，伫遮所讲诶永活永生。其实，较强调的是咱基督徒伫即个时阵、伫个所在，咱生命的状况，咱现在伫即个所在、此时此地的生命状况，因为罪，互人甲上帝来隔绝、来隔离。罪互人甲上帝来隔离，罪搁较互人甲人哪来距离哪远？
甲上帝隔离，甲人疏远，安尼人活咧，活伫即个世间，亲像活伫地狱共款。罪对人负面的影响，其实是一及时的，是及时的，是真全面性的。然后，咱既然咱基督徒因为受洗礼，甲上帝恢复迄个好的关系，迄个真亲密的关系。上帝会听甲咱的性命来结连，上帝进入咱的性命的中间。所以咱基督徒，咱因为有上帝同在，其实咱时时刻刻拢会经验，就是世上的天堂，世上的天堂 ，Heaven on earth。咱有上帝的同在，咱即马其实。就是经验到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掌权，咱是活伫即个世上，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既然安尼，咱为虾米搁要因为迄个罪来互咱甲上帝，也是咱甲咱四周围的人来隔离？咱的性命，咱的洗礼，其实开始了咱即个永远的性命，永远的性命，永远永生，毋是死了后才开始，是咱伫即马即个时刻，咱伫即个所在，咱基督徒时时刻刻甲主做伙同行的性命。咱有上帝甲咱做伙同行，咱活伫上帝听的中间，咱即个时刻，咱就是活伫一个永远的性命，也就是咱靠着上帝的听，咱靠着上帝互咱的贵力，咱靠着上帝互咱的话，咱谦卑来行公义好人民。互咱基督徒会当经验着即个新的生命，经验着上帝所授予咱即个丰盛的恩典甲慈悲听他。弟兄姊妹，咱几号要去淡水？文昌遐甲美妙姐的厝，18号嘛十几号？18号18号这就是淡江大桥啦这。顺续来为着咱迄个家庭礼拜来做一个宣传淡江大桥真水淡水。好，话讲转来，既然检察罪恶也捌暂时得到洗礼。捌互咱行袂出慷慨，行袂出正义，甚至咱也捌骄傲过，咱也捌互咱的言行举止，煞无办法延广上帝。咱爱承认，罪恶有时阵暂时得势，但是既然咱基督徒拢已经领受着洗礼，也是咱还未领受洗礼，咱爱思考洗礼就是互人会当真做得到赦免，变成得到赦免的罪。这个洗礼其实就是上帝永远袂离开咱的证据。这个洗礼也代表上帝的听，袂阁甲咱来隔离。所以，咱在座若是洗礼过，
也是木刀，迄有迄考虑讲，敢要来行洗礼，咱爱知影，就是上帝会听甲稳定，互咱性命会当甲伊的听来做连结，咱会当靠着即个换新，佮得到快乐的性命，咱会当充满信心、勇敢来向前行。愿咱拢会当，无论是学习也是复习，咱拢会当时时刻刻会记住洗礼带互咱生命的改变。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遍来得到提醒，就是靠着阮决志来领受上帝你做阮的主宰，阮愿意无搁做罪恶的奴隶，阮是要做上帝你即个称义的奴仆，所以阮会当透过洗礼来归伫你，来甲你的听做结连，来甲你的快乐做结连。求主你帮助阮，活伫即个世间。虽然讲阮难免会因为罪恶负面的影响，会互阮常常爱思考，爱做选择，到底选择生还是死？主啊，阮伫着提醒，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主啊，阮渴望会当因为你的疼痛、你的稳定、你的快乐，互阮选择迄个字，就是甲上帝你会当维持即个亲密好的关系，互阮拄着任何的代志，阮大声思考的，就是你会听伫阮的生命中间，你的话伫阮的心中，你的帮助无时不刻甲阮同在，所以互阮有勇气、有信心，阮坚持伫信仰，阮照着信仰来行。主啊，求主你每一日保守阮、带领阮，也用你的话来提醒阮，互阮所讲所做会当互你的疼痛稳定大大来显明。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勉励。这时，咱要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350首，圣诗354首。求主施大恩，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我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即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应踮我心内，应踮我心内，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民兵结束甲有用结束来书写。
免报告，即时我来报告吼。咱还未报告大声，咱先欢迎有即个干兄弟吼，伊是东湖教会今日来咱遮聚会。啊，搁第二位是即个江长老甲施文杰夫妇的查某囝吼，江新慧吼，伊为美国转来，今仔来咱遮聚会。搁后壁社同这边仔有一个迄个林兄弟吼，伊是即摆暂时住伫咱港墘路100巷即个所在吼，请过来欢迎你以后老用拢随时来阮遮聚会吼。咱看因报告事项吼，咱三位拢大家咱个欢迎一下。好，请坐。报告事项吼，第一项下主日7月12吼，是总会所定着的文字时间奉献主日吼。七星中会退休牧师吼，柯永芳牧师要代表教会公报社来咱本会请安报告，并且证道吼。咱本会叶牧师要前往台北中会南四角教会请安报告吼。第二，教会插会班要伫即个本周拜六吼，7月11日上午10点伫遮礼拜堂遮上课吼。第三是7月18日礼拜六后礼拜六吼，要伫即个文昌兄甲美妙姐夫妇因淡水淡海迄个所在迄个街来家庭礼拜吼。咱即个下礼拜就会登记即个详细即个主旨吼。咱有定要10点要伫教会集合出发，要参加抢尾结束来报名，通来安排车辆吼。咱若期待迄天有好的天气，咱下晡嘛会使去迄个淡江大桥遐行者吼。第四项，请教会兄弟姊妹吼踊跃出席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的即个每周圣安宫读经的迄个祈祷会吼。第五，后礼拜是文字时间奉献主日吼，要即个因的讲道甲经文应用咱家己来看吼。咱来看倒边的即个教会主动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早时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主日的早时8点45分。咱每周圣安宫查经是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吼。咱插会班每个一遍是拜六的早时10点。咱来看即个圣港事奉吼，圣港事奉，咱即礼拜交代是文良兄甲贤忠兄吼，插花是抢尾结束，清扫是我本人。后礼拜讲道是柯永芳牧师，诗会是杨长老、苏琴牧师娘，领唱是舞咏结束，诗献是抢尾结束甲面饼结束。交代是燕庆节甲苏文节，迄个插花就是用拜六的插花班的，清扫是社保节。过来这顶周出席的即个人数甲奉献的统计，请咱家己来看吼。若有错误的来面饼结束也是抢尾结束来更正吼。咱来看周报正平下面的本周金句，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若是上帝的恩赐是永远在伫咱的主基督耶稣。咱用台语来读两遍了，用华语读一遍。来，请。
因为最后的工钱是死，若是上帝恩赐是永活，再也会基督。因为最后的工钱是死，若是上帝恩赐是永活，在伫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最后是事实，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才是永生。书6章23节，这是请咱共款坐个原位，用讲手来大家互相请安。是请咱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当要散会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军队主脚步，军队主脚步，军队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咱是起立来吟全首，了后才请牧师祝祷。通过咱的性命，甲上帝的听三结连，咱用上帝的听来成做咱看代志的标准，咱用上帝的听来成做咱辨别代志的根本，咱要用上帝的听，互咱所讲所行来得到快乐。咱也因为有上帝的听，互咱有智慧，知影来做选择。选择迄个字，毋是选择罪恶，直到死。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作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请坐，热岛闭会。